府漠視民意，並表達港人要民主嘅訴求。而喺旺角，凌晨有人想加固路障同警方爭執，大批民眾聚集，多次同警方衝突。警方一度舉起警告牌，期間有人報稱被非禮或被打。警方話已經處理事件，又呼籲聚集人士冷靜。先睇睇旺角衝突情況。凌晨2點幾喺彌敦道銀行中心對開，有人想加固路障，警方上前截查，要求佢哋出示身份證。有人就要求警員出示委任證，雙方發生爭執。大聲咗啲冇禮貌！你冷靜啲先啦，我而家想和平啫係嘛？點解你請人幫我哋唔掃把屎？警方呼籲聚集嘅人離開。大批警員包圍住一批人，突然之間發生推撞。期間有人跌咗喺地下。警員嘗試驅散聚集嘅人，又再起衝突。有警員一度攞出伸縮警棍，期間警員帶走一個人，將佢抬起。我見唔到發生咩事，亂咁嗌啊！圍觀嘅人不滿，一直跟住。再有警員攞出警棍。混亂期間，有一個女人聲稱俾人非禮，再引起群眾起哄。警方話收到一個女人報稱被非禮，按程序要送院檢驗。混亂期間，亦都有一個網絡記者聲稱被警員打到大髀。向警員投訴期間，突然之間倒地抽搐，之後由救護車送去廣華醫院。衝突仍然不斷，警員喺亞皆老街制服一個示威者，聚集人士不滿，雙方對峙。警方舉起警告牌，呼籲聚集人士冷靜。大家冷靜啲，唔好俾少數嘅知識分子影響到自己情緒。之後警方向住旺角警署行，聚集嘅人一路尾隨，要求交代事件。行到去旺角道嘅時候，雙方又起衝突。去到旺角警署門口，有一部私家車懷疑撞到的士之後冇停低，俾聚集嘅人包圍。私家車車頭凹咗，警方打爛車窗，拉司機落車。司機落車之後，警員將私家車推到去警署門口調查，並且拉起封鎖線。即係你撞咗3下，你撞咗3下走即係走甩咗啦，即係離開咗條行車線啦。咁啊，跟住啲人圍住佢啊，呢度好多人啊嘛嗰時，我壓佢玻璃咯咁樣。的士司機喺警方協助之下，之後將部的士就係揸翻去警署門口，而的士司機話佢冇受傷。報先列司機就一齊報佢啦。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負責政改嘅官員到廣州出席泛珠論壇。林鄭月娥強調，同學聯對話一定要基於人大常委會嘅決定。駐廣州記者李志琪報道。到咗廣州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各自同學聯對話，自己都覺得失望同埋無奈，但係對話必須建基於2個原則。咁呢2日咧，就無論係公開或者私底下咧，都有唔少嘅朋友都希望我哋能夠恢復同學聯嘅學生代表會面。但係我覺得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要好清楚呢啲會面或者對話佢嘅目的同埋性質係點樣。對特區政府嚟講咧，會面同埋對話咧，一定要係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喺8月31日做咗嘅決定，亦都係要基於咧，我哋要共同去努力落實喺2017年咧做得到普選行政長官。被問到可唔可以就政改諮詢提交補充報告，林鄭月娥話：人大常委會已經規定啟動政改要按照5部曲嘅要求同埋程序。
而家我哋再行落去呢，就要行政改嘅第3部曲。換句話說呢，政府係需要向立法會提交一個具體方案。喺提交具體方案之前呢，一如喺第1部曲呢，我哋係會啟動第2輪嘅公眾諮詢。咁我希望喺稍後我哋啟動第2輪嘅公眾諮詢嘅時候呢，亦都能夠廣泛咁同各界嚟去討論。喺論壇期間，特區政府代表團將會出席交流午宴、經貿論壇等等嘅活動。咁而行政長官梁振英就會喺12號到廣州，13號就會出席泛珠唔同省區嘅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喺廣州報導。學聯同學民思潮話，因為政府未能夠回應會面嘅訴求，決定寫公開信俾國家主席習近平，批評特區政府漠視民意，並表達港人要民主嘅訴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同埋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夜晚向集會人士讀出致國家主席習近平嘅公開信，話習近平曾經話希望實現中國夢要依靠人民嚟實現。公開信話，如今香港人明確指出咗30年嚟嘅夢想就係落實普選，建構恪守平等權益嘅制度，維護港人世代福祉。公開信又提到，立公民提名喺特首選舉制度裏面，或者普選提名委員會等等，正係要確保人民平等參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又話特區政府喺首階段諮詢報告未有如實記錄。香港政府嘅報告不實，先會造就今日人大常委頒布嘅政改框架。如果香港政府係真誠面對民意，必須要承認錯誤，自我修正。香港人對民主嘅真正意義納入改革方向。香港發展至今嘅佔領運動，絕對唔係顏色革命，而係港人爭取民主嘅運動。真普選唔代表極權，只係體現基本法所體現嘅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權。如果中央具有自信，實在無需要懼怕香港人選出自己嘅特首。我哋真誠尊重一國兩制，先提出兩制當前，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香港民意應受正視。學聯重申歡迎同特區官員對話，希望政府提出回應市民訴求嘅方法。如果林鄭司長佢覺得提交嘅補充報告並唔係解決方法嘅話，咁請佢提出一啲切實可行其他嘅解決方法，話翻俾香港人聽，點樣係可以落實到真民主、真普選。佢哋希望習近平會回應佢哋嘅訴求。無線電視記者林俊安報導。進可發展集團去信4間大學，表示不滿有學者同埋學生參與佔中，所以取消提供獎學金同贊助費。進可發展集團分別去信港大、中大、科大同埋理大4間大學，表明對大學嘅學者同埋學生參加佔中感到失望，決定未來停止提供獎學金同贊助費。集團表示每年向港大提供2萬港元嘅獎學金，而科大嘅獎學金就有25000蚊。上年度亦都資助港大同理大學生活動超過13萬。直到而家，一共資助咗5個職員修讀中大嘅 EMBA 課程，費用超過150萬。集團副主席彭一邦話：佔中嘅事件令到佢感到傷心，所以作出呢一個決定。分裂到一個地步，我覺得朋友有啲冇得做，有啲屋企有鬧交，咁呢大家都知道嘅事件。我希望即係自己少少力量可以減少呢啲分裂啦。教育界啦，我睇唔到佢哋有作為一個校長好，或者好多嘅，我都只可以講好多嘅老師同埋教授有冇盡到佢哋自己嘅職責。根據港大嘅網頁，進可向港大提供嘅進可基金獎學金有2個名額，分別係提供俾土木工程系同埋房地產建設系嘅學生，每人各1萬蚊。港大嘅發言人話：收到包括捐贈者在內嘅信件，反映大眾對近日事態嘅唔同睇法。呢啲書信往來一向都保密。中大就表示尊重進可嘅決定，而理工大學就承認面對有機構撤銷早前承諾嘅捐贈，但係理大一向都唔會單方面公開同捐贈者嘅協議。港大學生會會長批評呢一種做法係向佔領運動施壓。個別公司啦，佢哋
透過呢一個咁樣嘅撤銷獎學金嘅呢一個行為，向學校施壓呢個行動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同我哋而家香港社會、公民社會嗰個發展嘅成熟程度可以話係脫咗節嘅。即係呢啲嘅公司其實唔可以話係喺社會上面真係做到一個企業嘅一個職責咯。即係佢唔贊成呢場運動，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係唔應該用一個咁樣嘅手段去打壓呢場運動。佢對事件感到非常遺憾。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道。中俄經濟工商界高峰論壇